防疫这段时间，头一线医护人员想要吃一顿饭、订一个便当，中部就发生到排骨店无爱送去病院的情形。另外，台东基督教病院医护人员嘛传讲有发生这款代志。花莲有便当业的业者，伊讲会当体谅到平平是咧卖便当的业者，大家拢有压力。也毋过因讲伊毋惊，嘛呼吁大家会当互相谅解。 将一盒一盒的便当底好好，外送人员做好防疫，挂着喙安，骑车伫咧病院门口等待医护人员来领餐。请他自己塞拿，变的话我们不方便送过去。武汉肺炎疫情摊开，外送人员接到订单，接到队就爱去队，但进前就传出中部有排骨店拒绝外送去病院，引起争议。但花莲都有便当的业者，颠倒体谅伫咧第一线医护人员，用行动表达支持。奖励他们才对啊，怎么可以拒绝呢？我们就是口罩戴好，然后就是要把酒精消毒。花莲主治病院就表示，中昼的时阵病院有提供食食，即马暗顿嘛伫讨论会来加入，但医护人员订外送规定，又要去病院外口来领餐，做防疫是特别注意。外送人员是不准进入医院，所以假如说有外送的时候呢，我们是阻挡在外面，那就请有接受外送的同仁下来。 外面拿。即马当是防疫关键的时阵，医护人员徛伫咧第一线，呼吁都要用互相体谅甲尊重来代替批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